议会临时会开议头一天，等待议员出席过半数，议长库里里宣布开会以后，第一件代志就是全体起立唱国歌。不过透过直播，目睭前来民众会当发现国歌影片内容已经是总统府的公版。立受议员建议改成台南市名胜古迹、甲值得骄傲的盛会来取代，无放过任何一个会当宣传台南的机会。其实在，议会不管是开议的第一天一定都会有这个唱国歌的这样的时间那唱国歌的时候，其实过去都是一些比较制式的一些影片那我想现在开始透过一些不一样的片段，然后让大家有机会透过直播更认识台南，更了解台南，也很多好玩很多值得让大家看到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呈现那希望说这个影片也要时时的更新。让台南不同地方的美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画面让大家看到。将国歌影片用台南经典风景来取代，对此议员王家珍认为多文无符合持保留态度，甚至思考建议制作市歌来宣传的无同角度。国歌是我们代表国家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国歌不是不可以改它的影片内容，但是呢，是不是仍然要符合原本它的文字档所提醒我们国人，譬如说中华民国这几十年来的进步，你可以隔几年做对影片内容做一些修正，来吻合我们国家的进步所展现，让人民能够不断的对自己国家更有信心更有一个积极的一个认同感但是呢，你如果以台南市来讲，我们台南市当然可以把自己的各种建设的成就做成很棒的所谓的 MV， 做成 VCR， 那你是不是可以干脆做自己的诗歌嘛？让那个歌词的内容跟我们台南的发展是吻合的。而目前这样子，显然你国歌的歌词跟我们当下台南市的状况是一样的吗？我个人是采取保留的态度。对国歌影片改版延伸到台南市歌的讨论，相信嘛是一开始所料想未到。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